后来乡亲回头继续来看这个好心肝的诊所，为什么会当甲疫苗开放予志工来治理？讲因为这个诊所的志工嘛接触到病患，咱就来听这个基金会公关安怎讲。 对志工算医护人员吗？我们会，因为他要接触医疗的那个环境嘛，对，哎，就是会有危险，会有风险。像基金会的人也可以打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接触医疗的人员，医疗的病人，我们会接触病人，所以必然也要先施打，才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。基金会的人平时为什么状况下会接触到病人？你不要问我，我等一下。现在有缺医师调度了吗？有传出说董事长跟柯市长关系不错，这个我等一下看，这个关心你怎么叫我回答？对不对？他们以前都是台大的医生嘛，哎，那你现在让我去处理啦？是调处调查了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你让我去那个好不好？你让我去处理那个影像，我把